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上集嘅排位版單邊搞掂，唔知咁多位馬友睇咗未？未睇嘅馬友，有時間的話請多多支持。嚟緊周日就跑大賽，3場嘅一級賽嘅冠軍賽馬日，大賽日前夕嘅谷草賽事，場面依然熱鬧。場場出馬滿額，熱鬧非常。4月22號星期三，跑馬地馬場將會有9場嘅谷草夜賽上演。頭場就開6點40分，跑道會用呢個 B 跑道。排位過後，賽事就一個變動，4場3佐治傳奇退出，有後備馬幸運愉快補上，配上呢個潘明輝執韁。今期賽事3T 6環皆冇多寶，得第一口同第4口孖 T 會有多寶彩金。節目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俾個讚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賽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對小兩係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騎師方面，除咗有雷神之外，今期仲有多一個新面孔，人稱潘頓 2.0 嘅布浩榮處子登場嘅佢，周三一共有7匹馬列陣，騎師王隔晚有20倍分頭。至於大熱就終於落返喺潘頓身上，7匹坐騎賣到 1.55 倍，小兩都係為求有個兩餸飯食，當然就要支持一下潘頓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大熱就落咗喺方嘉柏身上，8區列陣成為 2.5 倍嘅大熱門。一來就熱唔透，二嚟小兩真係唔太中意方仔，特少又係出8匹，成為 7.5 倍嘅次熱門。至於小兩嘅心水，先就要咗5號嘅黎超星同12號嘅文家良，一個13倍，一個就35倍。騎練又同大家略略傾過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呢。周三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地標戰嘅布浩榮俾傳媒吹到潘頓嘅 2.0， 之前嘅元亨耀又帶晒風聲係有幾咁勁，當然亦都一出即勝，冇辜負大家嘅眾望。咁呢位布浩榮究竟係潘頓嘅 2.0 定係潘大衛嘅 2.0 呢？不過事前功夫又真係比潘大衛做得好，足早咗1個月來港探路，誠意十足。作為一個普羅馬迷，幫大家贏到錢的話，自然就係好騎師。最緊要就真係唔可以陣上古靈精怪。周三始至係7區登場，小兩就揀咗2匹同大家淺談一下。頭場騎石哥隻3號馬嘅力險大將，呢匹紐西蘭嘅 PBG 來港服役3季，取得1 win 1Q， 今季係減到33分起步，先喺谷草1200就開壺，然後2度入 Q， 之後回咗3場，今場係抽過5檔。對呢匹居中後上嘅馬嚟講，出閘就可以安於喺個2碟度，唔使搶位，唔使攝位。布浩榮頭場嘅身手，今場係點都會睇得到。上場奧爾文跑同程，輸俾隻有情有義2又1/4馬位返嚟，有情有義上周日升班都可以入圍，隔晚獨贏係 8.7 倍，位置有 2.9 倍，可以小注一下。另外第2場騎隻4號馬嘅電訊驕陽，同樣地係出自石哥馬房，呢匹5歲仔。今季跑谷草啊，場場輸近，由季初44分減到落嚟，如今嘅36分。谷草同程3戰啊 QT 各一，位置有 3.4 倍，亦可兼顧。先就捉咗2隻布浩榮先，片尾嘅投注策略。再講下就點樣支持呢位呢？澳洲新星。講完布浩榮，又要分享條1膽3腳嘅俾大家。尾場3班嘅1200米。12匹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Chat 備忘，近5場3班谷草1200，大熱2冠1亞1季1副，今季30場3班同程，29場有呢個澳紐嘅 PBG 上名，
今場就有4、9、12，一號碼嘅志滿同行，文家良加潘頓嘅組合，呢匹5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5戰係2 win 1 Q 1 T 一個，第4係傳入前4，來港服役2季，頭季係擺咗希斯道，表現係強差人意，係僅得2個第3，跑咗1季，轉咗去文家良度，季初評56分起步，一轉倉，表現已經判若兩區，今季6戰係取得2 win 2 Q 2個第4，又係傳入前4，先就喺田草千二開戶，潘頓接手過後2戰第4過後轉戰谷草，終於係可以再下一城，排個4檔出閘，紅帽黃袖嗰筆7號仔出閘就一般，勝在有個4檔，前面內側啲馬全部就搶前走，令到呢匹志滿同行輕輕鬆鬆就可以埋到欄，守咗個內碟嘅6、7位食糊位置，前面隻幸運星球單騎領放，頭段開個23秒04，比標準時間快咗4線有多。呢匹志滿同行喺馬群嘅中間位置，喺個內欄且戰且走，入彎前經已就慢慢湧上，貼住條欄喺個第5位，轉至2碟中內檔啊，轉入直路。粉紅衫真心傳奇外邊呢就我做到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幸運星球佔先少少啊，關鍵所在喺佢出邊啊，外邊冚噶嘛，仲有團結勇士啊，馬林中間掙出嚟啦，紅帽呢就志滿同行啊，外邊追噶嘛，仲有當家精彩最出東來欣賞啊，最後100零米志滿同行揾到個位賺到出嚟，已經係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噶啦，跑第2名團結勇士啊，勇霸龍就第3，第4名電源直路錯。外側嗰隻團結勇士一路就搏住佢，好在隻馬有潘頓就夾硬叫出嚟，拉士2把齋推透出，隔離嗰隻團結勇士就打到開花咁滯，反觀潘頓一邊都冇落，多以昂韁興盛，跑谷草贏得係中意，佢上場1個月，前後6課快跳，保持狀態，季初113磅贏馬。今場孭個135磅已經不成問題，潘頓再來，難得有隻好好戀愛喺度孭飛，隔晚獨贏有6.4倍，位置有2.8倍，呢場嘅馬膽都應該非佢莫屬。至於小兩周3嘅投注策略，頭先片頭就同大家講，先買2隻報號榮，跟住3、4場，小兩中意何澤堯就買條呢。位置過關嘅4串5，頭場3號馬嘅力險大將，2場4號嘅電訊驕陽，3場1號馬嘅本領非凡，同埋4場4良區好友。提提大家，4串5係要中3關先有錢收，4條3關，1條4關，再買多條呢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又係將隻雷神太保擺第1位。同埋第2位配腳呢，就係5號馬嘅天外富天，8號馬嘅小魔怪，10號馬嘅前衛火影，同埋12號馬嘅過關勇士。大家如果唔知點樣買，可以睇翻呢上集小兩嘅賠率版，小兩都有提過。再買多一條呢，位置連贏過關嘅2串3，第5場11號馬雷神太保做膽拖，5號馬嘅天外富天。8號馬嘅小魔怪，10號馬嘅前衛火影，同埋12號馬嘅過關勇士，射落去尾關。尾場1號馬志滿同行做膽拖，2號馬嘅真心傳奇，9號馬嘅快活英雄，同埋10號馬嘅撼天鐵翼，又睇下大家唔啱心水啦。喺度祝大家周3晚上贏多啲，多謝咁多位嘅支持，拜拜。